路旁的橡树上。lam dam ja njin hi 对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个时候，大家自己老着黑几眼，头妈的老的公民弄得脑下就这些。下用扩大，扩大，加些，加些。应有尽有，应有尽有。月供涨吧，月供涨吧。家具，家具。첨치，첨치。树木变成了一栋栋的房子和应有尽有的家具。树木变成了一栋栋的房子和应有尽有的家具。黑洞草嘛，土康热热当，全国有些的就业。黑洞草嘛，土康热热当，全国有些的就业。同学们，让我们学习课文《路旁的橡树》。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第二个字，lam dam ja njin hi se we lon se的中间音，头嘛个字念的名字啥巴的字大。名字啥巴？粗壮，邦波。结实，沙丁。挺拔，中眼哇。橡树粗壮结实挺拔。人心东部的邦心切了，中眼哇的龙度。有些人为了眼前利益破坏植物，而有些人为了保护树木却不惜一切办法。么哪里呢？你感觉开辟切的这些草马结jun도，然后哪里呢？这些松小些别个他些公猫些等jun도啊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点他些个点这里。事情是这样的。人们打算从北方到南方修一条公路。当工人们在埋排水管时，发现一棵粗壮、结实、挺拔的橡树。那真的大的呀！我nam就熊熊呢老熊把的用了些那个什么，若把nam就全部就个吧，这些东部帮些中原农业把些地来的呀。那怎么办呢？你那真的做哪个？这棵橡树就像草原上的哨兵，砍掉多可惜呀！这些东部的杂通土个手把系统扎的啊，接着呢，除了马的东，他们砍了吗？可是东部的这有的。好啦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个人的了的词语就是大家记，第二个名字三批个搞定了记得。他念这些粗壮，在这儿形容那棵树粗大结实。邦布呢，常常门别弱巴拉些。结实，形容坚固，不容易损坏。沙丁呢？东部沙些顶部那些，挺拔，形容大树直立高耸的样子。中眼话呢，他们是给的龙鼻的。同学们，
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一个名词三班的呢，老中写杂记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酒，粗壮，粗壮，磅礴，磅礴，结实，结实，沙丁，沙丁，挺拔，挺拔，中眼话，中眼话，橡树粗壮结实挺拔，橡树粗壮结实挺拔。人心动不得，帮心切了，中眼话的浓度。人心动不得，帮心切了，中眼话的浓度。骗子怎么做啊？老多错，对人个名词三班呢很爱群，大感觉话你注意，切错了就很冷静。我个他年道理，三点一把的公园咋个？切去上路什么些多年冷觉。呀，老多错，切去来用大把的工人，卡，沙丁，小熊，冷水虫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就第一路边他年三八点到下中这些。粗壮，粗壮，粗壮，结实，结实，结实，挺拔，挺拔，挺拔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一，我记他年三八个中月的，大家今年的禁止一打啊。磅礴，沙丁，中眼话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一个老师的年长下来人打的木鸡。